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保守，时常伫咱的生活当中加做咱的快乐甲帮助。即时咱做伙，咱来开声吟诗，欢喜娱乐咱的上帝。我心娱乐上帝，自然永我的病，天地万物三个影响，娱乐一大尊名。我心娱乐上帝，自然永我的病，天地万物三个影响，娱乐一大尊名。就北唱水泉。上帝，世间情人的病，世间情人的病，空中飞鸟吟诗出声，娱乐一大尊名，溪水草木之成果啉到地酒，那存伫天之佑，天的教会合做一家，荣光归伫上帝。天的教会。感谢主耶稣，你时常将做阮的帮助，这是阮5万的源头。咱做伙起立来娱乐耶稣咱的王。当我们软弱疲乏的时候，神要加给我们的力量；当我们感到彷徨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盼望。我们一起来用华语一起来唱这首。软弱疲乏。加给我力量，感觉彷徨。你赐给我盼望，失去方向。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我的生命已不再一样，起来颂扬，用新的乐章完全献上。一同赞美耶稣，我的王。当软弱疲乏。我疲乏，你加给我力量，感觉彷徨。你赐给我盼望，失去方向。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
的生命，我的生命已不再一样，起来颂扬，用新的乐章完全献上，一同赞美耶稣我的王。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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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看你今晚你有喜乐无？咱搁较有愿望，咱大声搁来唱。当软弱疲乏，你加给我力量，感觉彷徨，你赐给我盼望，失去方向，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因为耶稣，所以生命不一样。因为生命已不再一样，起来颂扬，用新的乐章完全献上，一同赞美耶稣我的王。对耶稣说，耶稣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我们再说耶稣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主的信实不改变哦，你的信实不改变，你的恩典早已为我预备，你的慈爱到永远，再次见证你的奇妙作为，你的信实不改变，你的恩典早已为我预备，你的慈爱到永远，再次见证你的奇妙作为。对耶稣说，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耶稣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用我们的信心，愿我信心更坚定。愿我们的信心，愿我信心更坚定。感谢，我们拍手感谢，荣耀都归给神。请坐。主，你是爱我们的天父，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经过旷野无助，但是你将我们藏在你的翅膀翼下，保护着我们。我们呼求你，你就拯救我们。因为主，你是信实的天父，我们要来依靠你。你是我们旷野中唯一的力量。让我们用安静的心，我们一起来唱。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我们从头再来说，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爱我的天父，
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时候，你就必拯救我。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我，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我们的阿爸父，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我的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我们再来说，你是我，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我们呼求的日子，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求主甲咱做清气的心，
上帝求你甲我做正气的事，予我来明有我心情的事。上帝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这清气的事，予阮的内面，予我内面有我心情的事，唔通放撒我，唔通放撒我。相信，求你予我可体验救阮的快乐，予我心心甘心来顺服。正气的事，予我内面有我心情的事。咱对上帝讲，上帝求你，上帝求你甲我做这正气的事。我内面有我心情的事，唔通放撒我，予我离开你的面，唔通对我收回相信，求你予我可体验救阮的快乐，予我心心甘心来顺服。我个体验，求你予我个体验救阮的快乐，予我心心甘心来顺服，予我的心心。我心心甘心来顺服。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赐圣神来扶持阮，互阮会通达至换心有正直的心。虽然阮有时会拄着困难，但是主耶稣，你是阮的恩望。阮唱歌学乐是要荣耀你宝贵至圣的名。感谢你组织阮伫遮，会当对你献上阮的学乐甲敬拜。愿你感纳阮所献，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用10条诫来自咱的信用个别。第一诫，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
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届，毋通垃圾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四届，届，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惊奸淫。第八届，毋通偷窃。第九届，毋通做假奸情，陷害你的厝边。第十届，毋通贪心。这时，咱来吟诵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阮将来毋忘，互阮闪避大风影、风台、永恬安稳所在。请咱起立。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毋忘，互阮闪避大影风台，永恬安稳所在。全力我做因也的民，先都行起安心。上帝先手工也通去，做阮阮当保护。千山也为吹出一境，千山也为点燃。你对应我就是上帝。不当蒙骗莫退，对你来我虽然千里，亲像做了一面。相信自己实在真地，一万年处就会。光阴的过，亲像大水，已经互伊流去。光明富贵万的面貌，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阮代代帮赞，搁做将来毋忘。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请坐。这是咱的启用，启用文62篇，记载伫腓立比第2章。我来客恁来译。既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疼心，和谐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上我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赐伊超越万名的名号。
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骹头污拢会跪拜。一声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的上帝。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了，因要献的诗是妈妈的爱。感谢圣歌队的儿乐，愿主的恩典，甲每一位妈妈伫地。即时，咱来读圣经。圣经有2位所在，第一位是伫诗篇67篇1节到第7节。咱做伙来看。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光照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在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了你，愿列邦学了你。
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照公义审判列邦，治理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学了你，愿列邦拢学了你。地已经出土地，上帝就是阮的上帝，要赐福阮。上帝要赐福阮，地的四极拢要敬畏伊。第二位是记载《使徒行传》16章31节到32节。因讲，着信主耶稣，你就得到救，以及你的家，就用主的道理讲，互伊甲伊家内拢总的人听。咱圣经读到这，即时咱要请提摩太的圣囝来学了。此美丽，请让我抱抱抱抱抱抱你。这些年来辛苦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好想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用爱灌溉我生命，有你爱的鼓励，我不害怕风雨，请原谅我不在身边，求主耶稣保护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你永远如此美丽，请让我抱抱抱抱抱抱你，这些年来辛苦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好想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用爱灌溉我生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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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好想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用爱灌溉我生命。还记得你教我唱，一闪一闪亮晶晶。
咱真欢喜吼，咱的细囝哇真感动吼，对完全无和谐的舞蹈吼，到即摆会当完整安尼甲跳完吼，这是真正感谢主，因拢咧成长吼。咱搁一摆来做伙来为着因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万关灵听阮的阿爸爸上帝，祝阮知上帝你赏赐互阮的细囝，成做阮家庭教会的产业。阮要好好来陪伴因，教育因，用信仰、用主真理活命的话，用主的疼来包容因，甚至来接纳因，成做伫阮生命中会当甲因带因的生命来认捌主。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相信教会青少年所有伫幼稚的工作，阮会当陪伴更较侪勇壮的勇士。为着就是要伫上帝你的圣工未来伫福音的工程顶面来有份奉献互主你，愿上帝你赐福阮，也赏赐阮每一个细囝，互因平安大汉，嘛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会当伫家庭做一个友好父母，会当尊叹上帝你话语的人。愿上帝你将这款的应允祝福因，嘛祝福因的家庭。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摆普阿些给鼓励一下哦，很棒哦，你们很棒哦，感谢主。祝福今仔日所有咱母亲节的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妈妈。咱三甲伫上帝面头前，会当三甲来敬拜伊，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三甲有份，会当伫即个会堂的中间，咱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咱请咱身躯边的母亲吼，咱拢家讲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拢会使哦吼。捌有人讲吼，捌有人问讲吼，什么人互生日吼会当？生日礼物是上好的啦，什么的生日礼物是上好的？伊讲是啥？是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妈妈送我一条命，到现在我要用咧啦。吼，所以上帝互咱上好的礼物是通过妈妈，互咱甲咱生落来。所以咱母亲吼，即个身份吼是一个足重要的工课，咱着爱好好来把握机会，伫咱母亲要伫的时阵，每一日拢着好好来疼惜伊。下一页，这个简报笔是不是有一点？好，咱知影这个卡尔宾士哈，卡尔宾士是一个足有名的这个机械工程师啦。其实伊就是咱全球对德国的机械工程师内面唯一第一台全球的第一台汽车宾士，就是这个卡尔宾士所发明的。但是伊本身伊对家己的产品并无介大的信心。要紧的是，因为伊的太太伫贝瑞塔伫伊的身躯边一直咧甲伊鼓励，甚至呢，包括伊设计出来即个第一代的即个三轮车吼，电动的即个食油的电动的三轮车吼，会当互伊会当更较紧来走行足侪所在吼。是贝瑞塔伊的太太招伊的囝，然后伫路林安怎安尼豆豆甲伊使用即个车，然后甲伊改良吼。所以即个宾士吼。第一台车吼，其实这卡尔宾士就是伊发明的。但是上重要的是伊的太太贝瑞塔，成做伊背后足要紧的一个人物。世界上无有任何人会当比玛利亚这个妈妈更较清楚耶稣伊的来历甲身份。咱知影玛利亚伊是安怎圣神感动安怎怀孕哦，然后怀着耶稣，但是伊还未结婚。所以，伊是领受着圣神，然后生耶稣。但是咧，包含伫耶稣到伫要就十字架顶的时阵，嘛是真做玛利亚一个足要紧，伊要安怎去认同耶稣即个身份，行十字架即条道路。所以，当耶稣伊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看到伊的妈妈，甲伊的母亲，甲伊的在门徒，甲伊讲，甲妈妈讲，妈妈，看你的囝。意思是啥？你看我咧做啥？我完成了伊的身份的工作。伊个对伊的门徒讲，你的母亲
迄是恁的母亲，伊期待这是伊妈妈。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其实足重视即个母亲的角色。伊知影家己的母亲，但是伊了解，有可能伊的妈妈无了解伊咧为主咧做啥物。所以兄弟姊妹，我会当足深的体会。林肯总统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人若拥有一个敬虔的母亲啊，就安怎便无算丧香啊。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的丧香要紧的是伊无够敬虔的心来雕敬上帝。所以美国第一任的总统叫做乔治华盛顿，伊伫少年的时阵，伊一再想着讲我要上即个军舰去实习吼。但是未来我若加入即个海军了吼，伊着一切拢会当安怎改变伊的环境。但是当伊行李准备好上船的时阵，最后看到伊的母亲伫遐甲伊惜别的时阵，伊看到伊的妈妈来流目屎，心内真毋甘。后来即个华盛顿，伊着安怎？伊着马上转身着安怎吩咐伊的罗卜，讲啥？伊讲到船仔顶吼，甲我的行李摕落来。我无愿意，因为我会离开，互我的妈妈来伤心。所以伊就决定讲，伊即个决定单，互伊妈妈感觉真讶异。伊的妈妈单甲伊的囝讲，甲乔治华盛顿讲，囝，上帝曾经应允要祝福孝敬爸母的人。你若安尼做，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祝福你。这乔治华盛顿的母亲，伊互伊的囝儿建立一个伫世界上上好蒙福的关系，就是啥？就是伊有一粒孝敬爸母的心的教导。所以我毋知影，伫这母亲节的时，咱安怎样来孝念咱的母亲？咱定心来反省，到底这个华盛顿因为伊孝敬爸母所做的这个决定，对伊来讲有带来什么改变无？有啊，以后来诚做啥？诚做美国开国的啥？开国元老啊！所以兄弟姊妹，这敢毋是顺探上帝心意蒙福的结果嘛？兄弟姊妹，我一直咧思考《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3节所讲，伊讲恁做囝儿的，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听探爸母，这是理所当然啊！因为第一条带着应允的诫命，就是爱孝敬爸母，互你伫世间上的年日安怎蒙福佮长岁寿啊！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讲起听探爸母以前安怎，就爱安怎？圣经安怎讲？听探爸母以前，就爱先做什么代志？按照上帝旨意啊！好。按照上帝旨意，就是安怎？就是听探爸母。听探爸母以前，就是爱安怎？你爱知影哦，你是爱按照主的旨意哦。所以有个人咧讲吼，我的爸爸妈妈吼，讲迄敢若叫我做一寡迄黄叶叶的代志吼，我要安怎听探伊啊？爱无？爱听探无？其实伊毋是咧讲起吼，毋是讲。爸母若命令囝儿做违背主旨意的事，譬如讲偷窃、白贼，也是任何犯罪的行为，这拢毋是伫主的范围内啦，主的心意的范围内。我搁讲一遍哦，按照主的旨意是啥？迄毋是偷窃，迄毋是白贼。做爸母的人，做囝儿的人，你若听到爸母你甲你讲哦，这吼无人看，无人知吼，反正无要紧啊。即句话的时阵，你来说字啊啦，爱了解无？吼，这若毋是照着上帝旨意的时阵，你好大会当甲你的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安尼毋好，吼安尼毋好，这较是按照上帝旨意。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囝儿，咱要建立一个三听和睦的家庭。我认为真容易，你通找着百款的方法。来去建造一个三听的家庭啊！但是咧，圣经嘛安尼甲咱讲，咱做爸母的，咱毋通常常安怎？咱毋通常常咧敬怒囡仔哦。你问耶稣讲吼，你要为着要建立一个三听的关系吼，你就安怎？你就用迄无好的歹声嗽
其实有当时你若有无好的歹声时候，你爱该回息的，你嘛爱回息的呢。昨吼我看我的同工吼，做伙食饭，伫咧过程的中间，我的囡仔吼，行为动作，大显露出吼，我感觉足羞愧。咱做爸母的常常吼，伫咧足感觉见笑歹势中间就安怎，会生气，会足激，会激怒啊，被激怒啦。激怒了，然后咱嘛去激怒囡仔。你讲你还袂使，我感觉足见笑的，吼。所以你讲这个话，做这个代志，拢互囡仔受伤。所以圣经安尼甲咱讲，恁做爸母的、做老爸，毋通激怒囝儿，着爱按照主的教导甲境界来养育因。我感觉上帝话非常的好，一直咧甲咱教导讲，建立一个三听的家庭，其实无单单在伫你付出偌济，嘛无单单在伫你接纳偌济，嘛毋是单单在伫你教导囡仔偌济。训练偌济，改变偌济，我认为建立一个三听的家庭，一定爱思考，叫做有得救。虽然得救的关键是在伫倒位，在伫上帝，但是我时常拢咧思考，阮安尼做，咱安尼咧思考，咱安尼教育囡仔的时阵，咱到底有下伫上帝的心意，得主的救恩无？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圣经内底，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内底。诗篇67篇内底，在讲起一个叫做丰收的感恩的一个诗篇啊。这个诗篇内底咧讲什么？代表是丰收，代表是啥？你可以丰收，代表什么？是上帝的赏赐哦。有很多人吼，有真侪人吼，伊有足侪丰富的这产业吼，伊认为迄是靠伊家己来的，伊无认为这是上帝的赏赐。但是咱若看诗篇67篇，你会着爱用一个无相款的角度去思考，就是咱所有会当得到丰收的果子，拢在伫上帝的赏赐啦。所以，这个诗篇的内底，这个团体祈祷的诗篇内底，在上帝求讨什么？求讨上帝祝福啊！你有想要求讨上帝祝福无？会袂？会啊！咱常常拢咧甲上帝求讨祝福，对无？但是咱有了解着无？求讨祝福迄是啥？迄是一种完全你期待你所要得的物件，只有上帝当赏赐啊！所以你爱更加加倍努力，把握时间，认真看待你的生活每一个时阵啊！服侍上帝爱安怎？服侍上帝来，我请所有的长职在座有咧服侍上帝的第一个要件是啥？小红长了，你认为是啥？我敬虔的心，敬虔的心会安怎？伊来到上帝面前会安怎？打扮会怎样？整洁，会准时袂？敢会迟到？袂使迟到哦。这是你迟到，毋是对牧师迟到，毋是对大家迟到哦，是对什么人迟到？上帝。你偷摕是什么人？偷摕是上帝的时间哦。上帝互咱会当服侍伊的时阵，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宝贝啊！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若服侍主，就要准时。信徒咧，信徒爱准时无？嘛爱呢。敬虔的心的人，你会知影讲，这礼拜时间要到啊！这是我甲上帝的时间，这个时间袂使迟到。今日贵英姐吼，真早就来，几点？8点就来啊！伊看看拢无人吼，伊讲咱几点聚会啊？我讲无要紧，你提早来，你看阮含阮做伙伫遐练歌，吼。伊伫个过程的中间，咱嘛先煞互伊了解。所以兄弟姊妹，领受上帝的丰收，代表的是你知影即个是物件是赏赐是对上帝来。所以即个丰收了后的上帝献上的感恩，是世间人咧讲起。上帝是借着祝福互伊的家己的百姓，互万国因为安尼来认捌伊啊！我佮讲一遍哦，咱会当丰收，这是啥物人的赏赐？上帝的赏赐。这个诗篇嘛是咧世间人讲，阮会当得到这个丰收是安怎？是啥物人？是上帝遐来。所以兄弟姊妹，你看一下你边仔兄弟姊妹。你有感觉伊有足丰收的迄个喜乐无？今日我看到阮迄个啥杨明杰吼，
今日母亲节，咱穿水水啊来的时阵会安怎？欢喜嘛，对无？咱的生命会当安怎？一个特别的节期，更较要紧是每一日、每一个礼拜日、每一个时阵，咱拢会当享受着上帝手赐的祝福。阿免，你有想要上去思考无？这个足要紧，咱会当享受着上帝丰收的祝福，为着就是要互万国任何每一个人，因为我来认捌着迄个上帝，来学乐伊。所以牧师先讲这个足要紧的背景，咱个做伙来看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你就会了解到底咱要安怎样建立一个得救的家庭应该有的应允。其实圣经内面诗篇67篇第1节就讲起，伊讲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你用仁慈款待阮。兄弟姊妹，赐福互阮，赐福互阮是啥物意思？代表是甲上帝回复这个三角交陪的福气。人自然去享受这个上大的福分，就是唯一就是安怎会当来侍奉伊、敬拜伊。所以兄弟姊妹，咱会使来敬拜上帝，这是代表上帝怜悯咱，留落咱的活命，要搁会当安尼来到伊的面头前享受迄个福分。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母亲节，我相信妙玲姐。你会当感触足深，对无？咱有经历过这段时间，你伫病痛中的人，我相信咱每一个伫艰苦中间经历过的人，你会当体会到上帝对咱的疼惜。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嘛期待你若无病痛，你若无发生啥物代志，你嘛着安怎？你嘛着感谢呢？这是足好的福气呢。咱会当平安，这就是无代志。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你着爱搁安怎？更加爱伫上帝面前，上帝献上感谢。所以兄弟姊妹，民数记第6章第22节到27节讲起，愿上帝赐福，这是何等的要紧。耶和华对摩西讲：你甲亚伦的爸仔囝遮的人讲，爱以色列人祝福我。愿耶和华赐福恁，保护你。这个牧师无咧徛伫最后咧祝福的时阵所讲，愿耶和华用伊的啥物？用伊的阳光安怎照你？保护你，用伊的面来光照你，施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安尼，因要用我的名下伫以色列人的顶面，我也要安怎赐福因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咱诚做主所呼召拣选的囝儿，咱着爱常常甲上帝求讨赐福，毋是干那咱家己得到赐福，咱着爱亲像安怎？亲像耶和华上帝对摩西所讲的，恁着爱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互因啊！所以我认为基督徒大部分拢干那甲上帝求讨赐福啊。但是无咧想讲，我家己要安怎去祝福别人啊？所以圣经内底讲的，毋是干那求讨上帝赐福、保护咱、施恩互咱、赐咱平安。抑佫一个最重要的是，咱着爱诚做别人的祝福，将咱即个福气安怎去分享出去。所以牧师一直咧讲，教会毋通无传福音嘛。教会内底信徒家庭，着爱常常将你所领受到的真理甲福音安怎带互你的亲人朋友，你着爱常常为着你的亲人，甲伊讲，上帝是何等疼咱即个家庭，疼爸爸妈妈，疼我。所以你嘛着安尼学习我来认捌即个上帝。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所相信的信仰。出埃及记第19章30到第8节，摩西上这西奈山，摩西上山到上帝遐，耶和华对即个山顶吩咐伊讲。你着甲雅各的家，甲这以色列人，我讲我安怎样对付埃及人，有无？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安怎出埃及，对无？上帝安怎亲像鹰鸟上款，甲因派伫即个那像石仔顶面安怎带来归属我，即个我是上帝。恁拢看见啊！现在恁若真心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伫万民的中间做我啥？
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宝贵的产业哦。你茫想讲你的生命有好，有得到救，无啥物哦，代表圣经咧甲咱讲，咱拢是上帝伫万百姓中上宝贵的产业。因为普天的拢是啥？拢是上帝的。恁爱归属我，做祭司的国，圣洁的国度，遮的话，恁着爱甲以色列人讲。兄弟姊妹，伫遮伊讲起，对咱头拄所看民数记嘛讲起，咱得到保护，蒙受赐恩平安，目的是要创啥？足简单呢，祝福别人啊。但是咧，方法是啥？咱头拄所看出来记记，教导咱一个真心听叹上帝话语的人，遵守伊的约，就爱伫万百姓中做上帝宝贵的产业。意思讲，你讲话袂使乌白讲，你做代志袂使乌白做，吼！你为着主上帝所做的工课，你着爱说字。昨牧师甲同工吼，就大家同工有诶同工去食冰，去到一个姊妹，即个姊妹吼，伊本身伫安亲班咧上班，平常时暗时伫即个公南路迄尾半段遐，伊伫遐咧卖冰。去到遐诶时阵，阮要付钱诶时阵，讲牧师。这应该我来交代啦吼，做奉献，我讲无，这你做生意，阮该付的就是爱付，吼，你要奉献，你家己奉献。后来阮要走的时阵，讲牧师，我只有一包面茶，牧师下早起吼，我拢会泡即个米仔糊，吼泡一寡迄个高蛋白，淋面茶，吼，有诶较芳，较甜小看。拄仔伊摕即包面茶时阵，我讲感谢主。我甲即个许秀玲姊妹，我讲秀玲姐，我感觉上帝足听你，感谢主。你送我即包面茶，我一直准备要去安平买啊。吼，因为咱知安平遐有咧卖面茶吼。我感觉伫我心内所想的，上帝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拢咧互我经验着迄种足奇妙吼的故事。所以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宝贵的产业，意思就是上帝一直伫咱的需要的顶面。你毋免烦恼，只要你单单伫上帝面前，知影讲你的生命要安怎样会当去祝福别人，吼，莫去为着家己的代志安怎想过头烦恼。咱会想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的生命会当更加勇壮，会当互我的生命去祝福更较侪人。咱知影圣经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人，就是啥？亚伯拉罕。耶和华伊对亚伯拉罕讲。你着离开你的家乡、亲族、甲爸斗，到我所指示恁的所在去。到任何人愿意要安尼做，今日上帝若甲你讲吼，小长老，吼，我请你吼，即马去到伫即个安平遐吼，某一个所在去遐传福音，吼，即礼拜开始你拢毋免来礼拜啊，你着去遐做一个传道到遮，你敢袂？无可能嘛，啥要安尼做？上帝安尼甲亚伯兰讲：你离开你的家乡、亲族甲爸斗，到我所指示恁的所在去。我要互你安那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互你名声声名远扬。你要安怎成做别人的祝福？我要祝福遐个甲你祝福的人，咒诅遐个咒诅你的人。世间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你安怎蒙福。因为你蒙福啊，所以我觉得我的妹婿是阿德，他本身是越南人。我每次只要去到外面只要是越南人我都会跟他介绍我的妹婿是越南人。我会很高兴，我会觉得与有荣焉。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很快速的跟他建立关系。但是我从我的妹婿阿德身上，我看见他也慢慢在学习认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他的太太是一个爱主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想想去思考，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有没有从上帝那边真实的看见我们生活的改变？这些生活的改变都是从上帝来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单纯只有靠自己，没有。对我的生命当定心个活地。我感觉这就是上帝足奇妙的所在。所以伫这个故事内底讲起上帝的竞选是在伫倒位？
要得到福气，就爱安怎？爱顺服上帝心意，然后开当安怎？蒙福啊！亚伯兰，伊若无照着上帝甲伊讲的，离开伊的家乡、亲族，离开伊的爸斗，请问伊甲我当得到福气？无法度。甚至呢，伊嘛无法度通互别人，因为伊来得到祝福，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我会记得咱的姊妹嘛是安尼吼。过去伊去到，当然我毋是讲伊一定爱来咱大桥教会，但是过去伊伫别个所在。伊嘛捌引带之前有迄个行动无方便的兄弟来到伫咱中间，我咧联想起来吼，我甲讲上帝足奇妙，伊期待讲要互一间教会臃肿，真正会用无相款的方式咧安排适当的人，包含咱即马有新添执事，虽然新添执事今日无来，因为倒转去，他们全家拢倒转去台中，无亲戚倒转去台中去看伊的爸爸甲妈妈，所以我嘛咧甲伊讲恁囡仔拢两个囡仔拢会做伙嘛，讲对，阮两个囡仔拢做伙带转去。所以咱会晓知影讲上帝赏赐互咱的教会，即马礼拜因有满足者甲即个金会者，明仔载满足者伊嘛要做伙来暗时做伙来看圣经咱嘛感谢上帝，咱的教会咱就爱伫上帝的话语的中间去做扎根，互咱会当更较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顺服上帝的心意，才会得到祝福。甲你边仔兄弟讲。顺服神的心意，你也要蒙福。顺服神的心意，你要蒙福，你会蒙福哦，会受祝福哦。第二项，咱要建立一个得救家庭的应允，是咱爱认捌上帝、学了上帝的这个家庭，会晓学了上帝，嘛会晓去认捌上帝。圣经内底诗篇67篇第20到第50安怎讲？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引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兄弟姊妹，是安怎即个诗人咧讲起讲，愿上帝、愿万民拢会当照。安怎样来去学了上帝？这什么意思？这咧讲起什么？这咧讲起因对上帝的认捌，学了知影讲上帝伊安怎听咱，上帝安怎赏赐。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你若认捌上帝愈深，你会安怎？你会对上帝愈会晓感恩，愈会晓学了上帝。所以我认为圣经内底以色列本身因领受上帝真侪祝福。但是咱对圣经的内底，咱就爱去认捌福音所咧传的真理，是甲上帝救恩是爱连做伙啊！我搁讲一遍哦，咱所认捌的真理，上帝要救咱、听咱，对无？但是咱若无甲上帝所爱咱了解这个救恩的目的是啥，安尼这是无够的。好，单方向而已。我若今日刚领受着祝福。但是我唔知影，我领受这个祝福是要创啥？安尼这叫单方向的。但是咱今日领受这祝福，咱就要了解，我要安怎样来回应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到第17节，来，咱这回来读吼，咱用华语来读。来，但你熟知我的教导、言行、志向、信心、忍耐、爱心、毅力，也知道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遭遇了何等的迫害和苦难，但主从这一切患难中救了我。其实，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而恶人和骗子会变本加厉的作恶，迷惑人，也被人迷惑。继续。但你要坚守自己所学所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你从小就熟悉圣经，圣经能给你智慧，使你借着信基督耶稣而得救。圣经全部是上帝启示的，有益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行义，使属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去行各种善事。兄弟姊妹，伫遮讲起认捌上帝、学了上帝家庭，
就爱建立一个得救家庭应允条件之一，就是啥？爱困读圣经。我搁讲一遍哦，认识上帝、学了上帝的家庭，代表是建立一个得救的家庭的应允的条件之一，就是爱困读圣经。兄弟姊妹，困读圣经对咱来讲是何等的要紧？咱知影提摩太后书是啥物时阵？是保罗准备互掠去的时阵，伊坐监的时阵，伊是掠去的过程的中间所写的批信，所以伊特别要求，感觉啥物是对人来讲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看提摩太前书是无啥相款。提摩太前书比较咧讲的，较是像一般的教导性、生命教导性牧养的关系。但是后书我咧甲看，伊的情景无共款，因为已经坐监伫中间，伊知影伊准备要来为主来死，所以伊咧写的内容比较上，你会感觉无共款。吼，对人你安怎领受这个福音的信仰，你得爱好好。圣经伊咧解说讲，这圣经内底咧讲起上帝的启示，咱着爱教导属伫上帝的人，着爱充分的准备啊。所以毋是干那咧做好事就好啊，你着爱做好事，着爱有圣经的话语，成做你的帮站，成做你的根基啦。好，所以啊，申命记吼第28章第1节到14节，嘛讲起吼，真要紧的话，因讲。你们若全心顺服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谨守他今天借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他必使你们超越天下万国。你们若听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的话，以下这些福气必临到你们，追随你们。注意哦，以公安话呢，第3节哈，我们一起来看哈，有哪些福分？遵守诫命蒙祝福的有哪些？无论你在城里还是乡间，都必怎样？蒙福，你们必子孙昌盛，五谷丰登，牛羊成群，你们的篮子和揉面盆都必蒙福，你们出入都必蒙福。耶和华必使来犯的敌人败在你们面前，溃不成军，四散逃命。耶和华必使你们凡事蒙福，五谷满仓。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必在他赐给你们的土地上赐福你们。你们若来第9节，咱这位来他，你们若遵守你们上帝耶和华的诫命，遵行他的旨意，他必按自己的誓言立你们做他圣洁的子民。天下万民将看出你们是耶和华名下的子民，并惧怕你们。在耶和华向你们祖先起誓要赐给你们的土地上，他必使你们子孙昌盛，牛羊成群，五谷丰登。耶和华要为你们打开天上的宝库，使你们风调雨顺，凡事蒙福。你们必借贷给多国，却无需向别国借贷。你们若听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借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诫命，来，我来念哈。谨慎遵行，毫不偏离，也不随从供奉其他神明，他必使你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哇，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申命记28章1到14节。牧师邀请各位，你能够把它记下来。你要记得，圣经内底咧甲咱讲起。咱的生命要会当受到祝福，是因为咱专心顺服咱的主上帝，谨守遵守，伊吩咐咱的诫命，伊就要互咱超越过天的万邦万国。咱会得到什么福气？就是咱头拄所看的福气。你有想要得到无？你若要得到，牧师鼓励咱就努力好好，甲你的生命。掠条甲主上帝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时我嘛要邀请，等下咱的艺术贴小组，伊要带互咱，咱会当艺术贴小组，伊要用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握手，握什么手？
与上帝连结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你要时常握住耶稣的手。耶稣的手，他的手是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咱的生命就要学习遵探上帝的诫命，就是会当领受着真实耶稣伊所行的迄条十字架道路。上帝要互咱的生命甲主耶稣常常结连的关系，就是咱来抓掉甲主上帝的关系，互咱的生命会当真正得到上帝的祝福。这嘛是今仔日咱所学习，咱要会当建立一个得救三听的家庭，一个要紧的真理。愿上帝赐予咱，嘛互咱伫主的话语的中间，常常会当提醒咱家己，互咱的生命毋是照家己的心意在行。较要紧的是，日日常常在思考，我的生命要安怎来回应上帝，我的生命要安怎来见证上帝。互咱的生命会当真正来为主来活，这条歌非常的要紧。伊咧讲起，咱活的无过是我，是虾米人？是你，是上帝。好，咱伫主的面前，咱就爱常常行这条十字架道路，有劳苦，有重担，但总是上帝爱咱，唔通后悔啦，唔通感觉失去了。上帝的听，求上帝赐福咱。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咱买咱对咧唱吼。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握手，向悲伤挥挥手，向喜乐握手。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踪何等佳美。有时失望，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往事飞过，只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
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停留。感谢主，咱游完请因徛咧，咱游完请因徛咧，咱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亲像这首诗歌所讲，世界阮会当拍招呼，常常甲世界的人，甲每一项阮所经历的事，阮的经历，我们挥手，但我们也要向十字架握手，我们要追随主。我们要跟随着主的脚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阮的生命。阮知你是守护生命产业平安的主上帝，阮嘛要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全能，因为你的权柄，常常伫阮的生命中来显明上帝你美好的心意。恳求上帝你继续帮助阮，互阮毋若学习，互阮的生命会当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嘛，互阮所行的脚迹会当亲像耶稣基督相款，是显露出主的香味。恳求上帝你帮助阮，虽然有时阮有失望，有时阮流目屎，但总是耶稣是阮快乐的来源，是阮的安慰，常常咧带领阮体会着生命宝贵的功课，互阮会当学习感恩，学习伫主你军队主的道路顶面，更加有快乐为主来活。愿上帝你赐互阮，互阮的生命毋但会当学习军队主，阮嘛要学习昆读主你的话语，你的圣经的话，常常伫祈祷的中间去纪念上帝所托付互阮的生命。愿你怜悯阮，恳求你赐互阮，用你的仁爱、慈悲款待阮，互阮身躯边的人通透过阮的生命的经历来知影上帝你的心意甲救恩。感谢主。愿上帝你赐福，伫今日所有的妈妈、所有的兄弟姊妹，愿同齐领受生命的救恩甲功课，就是要伫家庭的中间建立毋但有三疼的和睦的关系，搁较要紧，我嘛会当常常思考阮的生命得救的问题。愿上帝你赐福阮，祝福阮，也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守护互阮有快乐，继续为主跑走天路。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咱搁一摆播声，感谢多谢，真水的歌，嘛真好的表演吼。咱真感谢主，因这个手语吼，是这个秀华姐吼。秀华姐伫这段时间，伊参与真侪社区或者的活动，学着真侪功课。牧师嘛期待讲有机会，咱的姊妹会当倒转伫咱的中间，常常会当跟咱分享。伫小组的内底，咱会当来扮演即种的功课，会当来带人做伙来学习无共款的表演。我感觉这是真好吼，手语吼，你看迄种咧动每一个动作，拢有伊足水的一个画面啦吼。我伫新人院的时阵，足感动的就是一对翁仔某吼，因伫新人院结婚，因就是比这手语，互我足深的体会讲吼。有真侪人因用因的身躯、这肢体的语言，在表达对上帝的赞美。所以我们的生命也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赞美神。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时，咱来甘心奉献。
起哩。光景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愿意，主听见我病，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本当我主。阿门。请咱做来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尾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是咱公道的时间，咱看周报的内页，咱按照咱家己的对遮有负担的，咱做的，咱请咱开声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学了你，当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来恳求的时，我嘛求你大声来洁净着阮的心思意念。阮来承认阮家己本身有侪不足的所在，有有限。阮伫你的面前，阮无需要隐瞒着阮的罪过。阮来恳求你赦免阮，调整阮的心。注目来看你，因为独独倚靠你的人，要有主爱生命来维护阮。主，阮感谢你。当阮夜深的时阵，你要加添气力，互阮伫阮无助的时阵、灰心的时阵，你嘛是要来勇壮阮有够遐的信心甲盼望。因为你的话是阮的亮光。即时，我嘛为着阮后礼拜儿童营的音乐营来向你来恳求，阮真感谢主，阮所需要的人数已经满，接下来的前置作业，阮爱来准备。恳求天父上帝，你的保守，因带伫以前伫咧服侍音乐的专业的带领的时阵。主，你要互伊够遐的智慧，够遐的气力来支持伊，来引带伊上时，互细囝来认捌你，成做细囝内心的光，做因一生的救主。阮需要同工来投入着服侍，你圣心感动有负担，愿意来参与着遮个事工，来跟兄弟姊妹做伙来服侍。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为着阮的罪来救赎阮，医治阮，
身体软弱的时阵，嘛得到医治。主，我感谢你，感谢主。牧师的细囝乔恩，伊经历着手术。乔恩只不过是2岁外的细囝，但是伊所经历的是爸母真毋甘的手术，是你的保守信心，互因会当放心交托，凡事拢有你的安排来体验着主你的恩典是教给因来用。主，我感谢你。我嘛看见今仔万主节、亚明节因的身体恢复，伫因的中间，阮来伫因的生命当中来体验着上帝你的天甲撒到伫地。虽然因的身躯咧经历着即种肉体的苦难，但是主你要真做因随时的帮助，互因会艰苦的时阵无地到来失落，无地到伫遐抱怨，无地到伫遐来无仰望。主，我感谢你，伫因艰难的时阵，你悠然来保守因，阮伫因的生活当中有主来做倚靠，有主真侪的仰望。我感谢你，因为因的性命是有光，因的心灵上有主你的祝福的引带因，互因的性命是无地到，无仰望，是有仰望的。主，我感谢你，我嘛真感谢今仔日也是母亲节，愿上帝你的产业祝福伫每一位妈妈的身上，愿献上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教会消息通知，咱来看内底页咱的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看。咱若有感觉有错误的，咱会当咱会过价，咱来订正。咱来看消息，第一项，本主日是母亲节主日，愿主耶稣纪念每一位妈妈伫家庭伫因的儿女的辛苦。教会要赠送每一位妈妈一份母亲节礼物。祝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愿主祝福。第二，咱教会伫8月24到25，就是咱的野外礼拜，咱的名额将要满，因有迄个订房间的需求，所以咱兄弟咱较紧来报名，费用咱嘛会当陆续来交吼。第三，咱的教会儿童周末营吼，要伫5月18开始，就是后礼拜拜六，请兄弟做伙侍奉当工会当来参与吼，咱会当兄弟姊妹做来参与这项事工，来关心着细囝吼，关心大岛。第四项，咱下主日是玉山上院的奉献主日，由口鼻教会曾小成传道师来咱教会来报告请安，请咱有备心关心大岛甲奉献。第5月19日也是后礼拜下礼拜日圣神降临节，台南区全球祈祷日吼，要伫迄个中营大学的体育馆，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请兄弟踊跃参加。第6，5月18礼拜六10点到12点，大众团踏步举行台南400年400的动态历史导览实际体验的演习会，地点伫新丰教会。请因的同工，咱若有兴趣要了解咱楼骹有招待岛，会当填写吼。我报告到这，请牧师咱来做伙读咱即礼拜金句。着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以及你的家。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章31节。补充。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吼！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咱即个等下咱伫楼骹吼有一份即个有关咱永康区咱具体咱即个墓地吼，大部分是伫即个殡仪馆迄个什么国民街，敢是国民路遐。即马咱伫咱永康区吼，永康区有一个墓地，但是即个需要。应该讲市政府伊需要咱永康区遮的里民，永康区的市民，咱会当联署，伊就要将即个永康区的即个墓，我袂记你是伫倒位吼，就是讲需要联署，咱伊较会将即个规划地，有王吼，二王的所在，伫迄个所在伊就要规划，咱需要联署足够的人。他才会在永康区这边，会再另外批一个基督徒的墓地啦，墓地。所以楼骹咱等下来使，当去麻烦伫交代倒，当填写一下资料，咱需要做这个联署的行动甲咱报告好因为顶礼拜咱5月份的受请牧师无报告，先小等者，咱较来庆生，咱请所有的母亲请咱做伙起立好无？牧师伫遮要甲咱祝福。咱教会有赠送一个小小的礼物母亲节快乐，生日快乐，母亲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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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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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不错不错。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好，咱。搁一摆抱啊声，甲遮的母亲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好，咱请坐，咱请这个5月份的受请定恩志明兄、小玉跟慧娟姐，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感恩祝贺来，祝你看伊爱看着他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叔叔，小玉，转过去看我们大家，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叔叔好么么。我觉得我们教会就是在这个唱生日快乐歌，非常的窝心温馨那重要是我们要得着神的赐福，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赏赐予阮的生命，嘛伫阮今仔日母亲节的时，阮嘛孝念所有在座所有的母亲，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顾守甲赏赐的平安。恳求上帝你赐福因，嘛赐福阮在座，无论是志明兄、小玉甲慧娟的受请，每一个伫主你面前5月份的受请，阮拢恳求上帝你赐福因。互因会当孝念上帝你赏赐生命的重要，嘛互因的生命伫主你的顾守平安的内底来更加成长智慧，会当继续为主你来跑走天路。愿神赐福他们的生命，也在他们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得着平安与喜乐。献上感谢，祈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感谢主，咱这位起立，互相来请安然后这位起立来行平安礼。
兄弟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兄弟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真感谢主，咱伫后礼拜，咱教会嘛要开始音乐，即个社区的音乐班吼。咱有12名，总共12名，内底有5名是咱家己本身的囡仔，所以7名吼，7名是教会囡仔嘛。吼，5名是教会囡仔，有7名是外口的囡仔哦。所以吼，毋是有7名是咱教会的囡仔，吼，所以有5名是外口的囡仔吼。所以咱请咱会当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嘛培育即个。乐乐吼，校长乐伊的孙乐乐康康吼，因分到对高雄来上课吼，伊感觉讲这真好的一个活动，嘛期待咱明年会当有更较侪同工甲志工，咱会当去招生更较侪人来到伫教会吼，咱做伙来吟上营的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灵安宁，甲你温柔主的听行，亲像灯啊活水，希望有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的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灵安宁，甲你温柔的听行，亲像灯笼活水，希望有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上帝赐福咱，愿伊的平安，愿伊的救恩，愿伊的疼痛，常常围绕赐福咱。互咱的生命一生跟对伊的脚步来行，就是遵照主的款式，听主听人，将福音广传伫需要的人的生命中间。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今仔小组暂停一解吼。咱请即个艺术贴小组吼，咱今仔日会当做伙翕张相。有啊，咱那个牧师要爱咱翕相吼孙英杰特别交代，咱来上台照相，来，紧来，今仔大红就水吼，今天都很漂亮。小月跟我们一起照哈，志明跟我们一起照哦哈。来。